再来看到由香港新唐人电视台有限公司主办、大纪元国际有限公司协办的新唐人电视台第7届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亚太区初赛的计划，在今年7月底在香港舉行，但目前場地遭到梁振英政府以選舉為借口強制收回。鑑於過去嘅幾年嚟咧，香港特首對香港一國兩制嘅破壞，同埋對香港文化創作嘅打壓，我哋明白發生嘅事情真正嘅幕後推手，其實就係香港政府內部一小部分嘅人。主要嘅責任呢係唔在於場地租借機構方面，其實鄉議局亦都係受害者之一，因為佢哋被逼取消咗佢哋嘅合約。咁呢個我諗更加凸顯呢一個嘅特區政府，第一就係一個即係政治打壓，第二其實亦都係一個冇膽匪類嚟嘅嚇，即係亦都唔敢公然係將佢嘅真正嘅理由去講出嚟，因為我諗香港我哋第一都係法治社會，第二我哋亦都係一個國際嘅一個嘅商業同埋金融中心，所以我哋嘅契約即係包括合約呢一個精神係好重要。今次嘅事件亦都係顯示特區政府用佢嘅一啲嘅旁門左道嘅方式嘗試係去令到原有嘅合約呢係結果係不能夠進行。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譴責梁振英以選舉為借口打壓文化藝術活動。由於新唐人電視台總部位於美國，事件也引起了美國當局的關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鄭志關也親自到場了解情況。